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嗱嗱林啊！繼上個視頻嘅結尾，特離普終於俾咗我白宮秘書仔嘅職位，我又可以繼續同大家爆料啦。嗱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滯留喺太空9個月嘅兩位美國太空人 Sunita 同埋 Barry， 終於喺3月18號由馬斯克嘅 SpaceX Dragon 順利帶返嚟地球。最近馬斯克過度參政，激嬲咗一班人，而家全美都有破壞 Tesla 嘅行為。唉，好彩冇人夠膽破壞馬斯克架飛船咋。如果唔係，嗰兩位太空人可能變成咗嫦娥同埋吳剛啊。原本8日嘅任務變成咗286日。當佢哋重返地球之後，連總統都變埋啊。唉，特離普未叫我代表新政府俾太空人最溫暖嘅歡迎禮物，但佢俾咗我20蚊咋。佢話而家公務員嘅 budget 就係咁噶啦，仲未炒我，未偷笑咯。喂，特離普話唔俾整啲乜嘢歡迎歡迎熱烈歡迎嘅中式紅當當 banner。吓，你俾得我20蚊，買啲喉糖嗌歡迎歡迎都唔夠錢啦，仲點樣 welcome 啊？都唔知道係咪馬斯克每日發放零用錢俾你特離普啊？但係我好靈活嘅，我攞住20蚊去咗唐人街嘅雞鴨欄，買咗一啲豬手啊、雞腳、魚頭同埋藥材等等，我親自煲咗一煲10全大補湯俾太空人飲，滿滿嘅骨膠原加埋以形補形。太空人要重新適應地心引力，雙腳暫時無法用力行走，就算行得都平衡唔到，要人攙扶。佢哋成日喺太空倒掛金鈎工作，頭部組織嚴重腫脹，有靜脈血栓嘅高風險。咁頭部壓力增加，就會壓迫到眼睛同埋視網膜，導致眼睛形狀變化，仲有眼神經腫脹，包括埋智力同埋記憶力受損。仲有長期受到極端程度嘅太空輻射，患癌嘅機會大增。佢哋嘅肌肉同埋骨質仲嚴重流失添。特別係嗰位女太空人 Sunita， 好似老咗10年咁。女人連 cream 都冇得搽，係最陰功嘅事情噶。由於佢哋嘅身體機能嚴重失調，喺上邊生仔係有難度嘅。咁身心嘅折磨可能只有金錢先可以補償得到啦。NASA 喺2025年嘅預算係254億美元，唔使上太空嘅處長有22萬美元嘅年薪，咁太空人就有12至到16萬美元嘅年薪，係少過矽谷科技人才嘅平均年薪㗎。太空人雖然係世上最稀有嘅工種，你要有超高嘅學歷加埋身體素質，加埋智勇雙全同埋人中龍鳳先可以成為太空人。人類上太空嘅歷史64年，全球只有過600個太空人左右，但係佢哋嘅工資好似唔係咁成正比喎。仲有啊，原來美國太空人係冇加班費嘅，因為太空人係執行緊官方聯邦任務，已經包晒食宿、交通費用咯，免費俾你坐太空船喎。但係有雜項津貼叫做 incidental pay。每日5蚊美金咁多啦，咁286日乘以5就等於1430蚊，仲要扣接近1/4嘅稅。勉強可以買到部蘋果手機嘅。佢哋之後就要出書寫自傳幫補一下啦。喂，15年前嘅太空人係俾4蚊咋，而家俾5蚊津貼，算係為通脹調整咗噶啦。當初出事嘅飛船 Starliner 係由波音同埋 NASA 合作嘅，原本喺舊年6月5號俾2位太空人試飛，如果成功之後，咪可以接單做商業旅遊運載咯。但係因為氦氣洩漏，加埋反應控制系統 RCS 入邊嘅28個助推器，有5個唔 work 喎。跟住喺9月6號就將2位太空人
送咗去國際太空站等待返程嘅機位。喺同一日 ，Starliner 獨自冇載人返回地球嘅時候，又被發現咗多2個問題。波音仲臨時取消咗記者招待會，到而家波音都仲未公布整返嗰架 Starliner 未啊？雖然馬斯克最近瘋狂炒公務員犯眾憎，但係亦只有佢有能力帶太空人返嚟。唔通嗰啲去燒 Tesla 嘅人可以咩？啲縱火者可以點返着波音壞咗嘅推進器咩？任何破壞他人財產嘅行為都係犯法㗎。據聞中國會為太空人準備另外一架飛船喺地面 stand by。太空人萬一被困，就即刻衝上去帶佢哋返地球，但可能又會俾人講係咪刻意唔俾太空人加班啊？再接再厲係人類探索太空嘅精神。波音 Starliner 1、2、3號已經計劃當中啦，4位新太空人亦已經選好咗，到時候每日津貼可能係6蚊美金呢。我喺康復中心陪住2位太空人，佢哋好感激我送俾佢哋嘅靚湯啊！我為咗訓練佢哋嘅眼力，我決定用我網上嘅 account 免費俾佢哋睇電影《流浪地球1》同埋2。哎呀，佢哋感懷身世，睇到喊啊！好彩冇流浪到第3集啫。但係當佢哋睇到新聞只有5蚊津貼嘅時候，喊得仲厲害啊！哎呀！佢哋喺度掄緊啲雞腳㗎，喂！佢哋喊到啃親啲雞骨啊！哎呀，咁我咪即刻攞住成個湯煲放喺佢哋嘅頭殼頂，用啲筷子狂敲咯！哎呀，佢哋嘅神經 feel 唔 feel 到㗎？快啲吐出嚟啦，吐出嚟啊！咪鬼死啊！我唔記得講俾你哋聽，特離譜喺3月21號話會自己揞荷包俾你哋加班費啊！雖然佢冇講出個數目。但係話對於你哋嘅遭遇只有1430蚊，實在太少啦。2個太空人一聽順翻條氣，即刻嘔翻啲雞骨出嚟。但係當佢哋睇到另外一個新聞，又啃親啲魚骨啊！波音啱啱喺3月21號得到咗特離譜簽發嘅一份200億美元政府大合約，將會製造最新型嘅第6代戰機 F-47。仲勁過 F-35啊！最終代替洛克希德馬丁嘅現役182架嘅 F-22，預計喺2029年投入生產。47可能喺中文唔係太喜慶，但係特離譜話47係美麗嘅 number， 因為佢係美國第47任總統咯。據聞 F-47已經秘密開發咗5年喎。一直睇開我嘅視頻嘅網友都知道，喺過去5年，我哋一直只係聽到諾格製造嘅 B-21，話係最勁嘅第6代，就算進入咗中國領空，解放軍都偵察唔到。咁當然到而家都仲未投入服務啦。今日又標出咗一架波音 F-47，又話自己係最勁最先進喎，而且波音攞到合約嘅原因竟然係波音製造嘅第6代戰機比洛克希德馬丁製造嘅第5代戰機仲要平啊。OK， 每代戰機相差20至30年，你話可以更加平啊？我哋都咪鬼提喺1年前半空中波音飛甩機門嘅事件，仲有內部質量問題嘅吹哨人士神秘死亡事件，就單單喺過去3個月就發生咗連環波音民航機事故，仲有太空人滯留9個月事件呢。所有嘅調查報告俾公眾嘅交代都全部冇下文，係咪為咗開源節流，無論民航機啊、戰機啊、太空機嘅質量都要好平啊？我又唔係李隆基個女朋友，唔識揸飛機嘅，我只係想大家坐民航機非常安全咋。既然大機構都咁慳，咁我身為返聘員工有乜嘢好處啊？特離譜話員工有國家景點購票優惠，叫我不如喺個週末去紐約參觀一下自由神像啊！員工免費開放日啊！免費？
哎呀，我唔理啲太空人啦，我即刻去。嗱，自由神像喺自由島上邊，唯一只能夠坐船往返。哇，我影咗好多相，放咗喺朋友圈啊。誒，但係當我要離開自由島嘅時候，佢哋話我啲員工優惠已經過咗期，唔俾我上船啊，仲懷疑我係非法移民，話要即刻逮捕我啊！吓，呢個套票係特離譜俾我噶，點會搞錯噶？哦，保安話咁就啱啦，有命令下達，輪到我滯留喺呢個島上邊看管神像，直到自由神像可能被搶嘅危機解除為止。吓，搶神像？我嚟睇自由神像冇帶香啊，拜唔到神啊！喂，我要走啊吓！喂，我有冇滯留費噶？嗱，最近有位法國嘅議員叫做 Raphael Glucksmann， 話要攞返美國紐約嘅自由神像。佢話美爹變成咗同暴君企埋一齊，唔該將自由神像歸還返俾法國啊！呢位 Raphael 係一個叫做公共廣場黨派嘅黨魁。佢積極反俄、反特離譜，又曾經高調率團去灣灣探過梅才。但係佢嘅黨派喺法國嘅下議院577席入邊，只有1席咁多啦。哎呀，咁細 power，點樣助力民退黨啊？嗱，喺事實上，自由神像已經登錄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世界遺產，清楚列明係屬於美國政府嘅財產。法國係搶唔返去嘅，除非自由女神有防核嘅功能，先值得搶返去。嗱，最近法國籌備緊一本20頁嘅國民生存手冊。法國同俄羅斯玩到咁大，知道被普京點咗相，感覺戰爭一觸即發，所以準備向全國每一個家庭發放救生手冊，每家每戶都要準備生存箱。嗱，唔係 LV 嘅旅行喼啊吓。歐盟無啦啦將自己陷入核戰恐慌，美爹都要離場啦，要同俄羅斯和好，歐盟仲話要硬撼，咁你話佢哋蠢，可能仲嬲你添。馬克龍就係中意兵荒馬亂嘅感覺，佢最近宣布軍費預算從 GDP 嘅2% 加到3至到3.35%，再加多15億歐元喺核導彈科技喎。等自己嘅拉斐爾 F5 戰機可以搭載超音速核巡航導彈喎，不過會喺2035年先投入服務。到時候烏克蘭已經冇咗啦，只係剩返幾棵芥蘭啊！嗱，戴高樂係法國人最崇拜嘅近代政治人物，佢主張法國獨立自主，外交重要政策不應該受到歐盟或者其他國家嘅影響。因為當你太陷入某個聯盟啊，你會俾人拖埋落水噶嘛。戴高樂同樣覺得美爹喺北約嘅力量太強勢，法國應該避而遠之。就喺1966年，戴高樂退出咗北約聯合指揮位置。如果將當年戴高樂嘅睇法放喺而家，可能法國人就唔需要嗰本國民生存手冊呢。但係馬克龍中意小冊子啊嘛。喺3月1號。法國派咗唯一一架蚊型嘅航母群嚟到南海，同菲律賓聯合軍演，話嚟維護南海和平喎。但係法國航母群冇行晒全部原定嘅路線，就一個屈尾十去咗馬六甲休息啊！法國可能當自己嚟行一場 fashion show 啦。咁好啦，剩返菲律賓人要準備一本如何用中文投降指南啊！嗱。世界總有人要撼頭埋牆，陷入戰爭，亦有人以為喺大國爭霸之下可以置身事外，碼頭股份想轉賣就轉賣。最近美國運動牌子 Nike 嘅業績嚴重下降， Nike 話係因為中國嘅銷量下降而影響咗整體業績喎。而家連買對波鞋都要扯上中美爭霸，更何況全球有戰略性嘅碼頭啊！嗱。我有感而發，我想講一啲《三國演義》嘅事情。事緣最近我去咗中國2個月玩，其中包括遊覽四川成都嘅武侯祠，都好大下㗎，好值得去。
入邊供奉咗劉備、關羽、張飛，仲有另外一個諸葛亮嘅大殿。廟入邊仲有各種三國故事嘅展廳，兩邊嘅長廊仲展示咗多位三國英雄好漢嘅雕像同埋事蹟。文官同埋武官都冇問題嘅，但忠誠度就係後世人對你嘅評價啦。就好似黑白兩道都拜關公噶嘛，並唔係關公食兩家茶禮，而係佢對劉備嘅忠誠。同樣道理，中國人中意趙子龍，亦因為佢忠於主公劉備，單槍匹馬去救劉備個仔阿斗，幾咁勇啊！嗱，劉備嘅陵墓亦喺武侯祠入邊。令我震撼嘅係，劉備喺公元223年逝世，即使過咗1800年之後，劉備嘅墓前依然擺滿晒一束束嘅鮮花，係遊客專門買嚟噶，亦擺滿晒後世中國人寫俾佢嘅致敬書信啊、卡片仔咁啊，同劉備嚟過超時空對話，當咗佢係樹洞。就算喺關羽、張飛嘅雕像前邊，亦有好多男士放低咗香煙，以表示對呢啲傳奇人物嘅敬意。你做大佬冇問題噶。劉關張都並非宗教人物，但佢哋代表咗中國古人嘅品格。咁你就算去遊覽其他古人嘅旅遊景點，亦唔會有咁多花同埋信噶。咁我估大家其實都幻想緊同劉關張結拜，因為佢哋信得過。嗱，劉備嘅漢衛陵墓近2000年都冇人夠膽喐過，連盜墓者亦對劉備敬重有加。日本仔侵華時期亦冇炸過。咁當然因為日本人中意三國嘅故事。喺文革期間，周總理亦下咗死令，唔准喐武侯祠啊。咁廟入邊既然放得義薄雲天呢4個字嘅牌匾，你就要配得起。好明顯，1800年嚟，大家都認為佢哋配得起。嗱，我仲去咗洛陽參觀龍門石窟，但我離開之後，先知道原來關公嘅首級就埋葬喺龍門石窟隔籬嘅關林。哎呀，關二哥係我最中意噶，錯過咗，感覺有少少遺憾。總之，一啲令人敬重嘅歷史人物係跨時空、跨地域，呢種感覺唔需要解釋噶。有人話世間有6種類型嘅財富：金錢、時間、知識、健康、關係同埋精神。咁就算三國嘅故事有一啲係加鹽加醋啦，但係中國人嘅精神財富應該係嚮往忠勇仁義信嘅品格，千古不變。特別喺爭奪天下嘅時期，一啲優秀嘅人啊、有錢嘅人啊，會被邀請加入某個陣營，做謀士啊、將軍啊、幕後金主之類咁啦。我哋睇電視劇《三國演義》啊、《尋秦記》、《琅琊榜》都知道啦。喺風雲年代，你做乜嘢決定係考嗰個人嘅智慧，或者你要取捨啲乜嘢？如果當初關公係為咗曹操死，唔通後世嘅黑白兩道都會拜佢咩？嘿，嗱，中國嘅經典文學核心亦係傾向於集體主義精神，唔單止《三國演義》嘅故事，仲有《水滸傳》入邊108條好漢一齊上梁山，《西遊記》5師徒一齊取西經，到而家一齊去睇哪吒2，一家人要齊齊整整。只要你喺華人社會生活，無論你有冇錢，覺得自己有幾咁與眾不同都好，喺大是大非面前，百姓都會以你有冇集體精神嚟評價你。嗱，我嗱嗱臨一直用數據說話，新聞上面講嘅23個國家嘅43個碼頭，其實並非成哥獨資擁有嗰啲碼頭，佢就想佢係有投資喺呢啲碼頭，擁有一啲泊船位、貨櫃公司咁啦。佢要轉讓就係呢啲資產嘅股份。大家可以去 Google 究竟邊個擁有呢啲港口，例如歐洲最大嘅荷蘭鹿特丹港係鹿特丹市同埋荷蘭政府擁有嘅。另外，歐洲第2大港口比利時嘅安特衛普港係安特衛普市同埋布魯日市政府擁有嘅。同樣道理，國企中國遠洋海運集團 COSCO 亦有投資喺荷蘭同埋比利時港口嘅泊船位啊、貨櫃公司等等。放心啦，中國貨船唔會喺歐洲冇地方泊船噶。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比成哥嘅財力係高好多噶。
但喺大國爭霸入邊，總有一啲不識趣嘅人同埋事發生咗。嗱，我從來都冇坐過頭等艙，我呢個死窮鬼，其實邊有資格評論坐喺金字塔頂尖嘅人呢？但係我都有自己嘅思想小天地嘅。我從小追嘅偶像係靚仔明星，中意讀古今歷史書入邊嘅風雲人物，讚嘆發明家、科學家、建築家、哲學家、小說家等等為人類作出嘅實質同埋精神嘅貢獻。而家係科技世界，從有人追馬雲 Steve Jobs 到馬斯克、華為、大疆、ChatGPT、DeepSeek 嘅80後團隊等等，佢哋都有推出真正嘅產品，促進人類社會生活發展便利。每次我一睇到香港嘅房價同埋相應嘅尺數，心入邊都會咯噔了一下。哇！成世人咁辛苦，就係為咗幾個集團啊、家族供樓，點解仲要崇拜佢哋啊？連佢自己都認為自己係白手興家嘅，但係佢嘅外父喺上世紀40年代已經開咗鐘錶行啦噃。嗱，每個發達嘅人其實都要靠一啲機遇、一啲關係、一啲伯樂、一啲介紹、一啲生意拍檔、一啲俾訂單你嘅人，一啲一齊打江山嘅老臣子同埋工人，仲有所有嘢都啱啱好發生喺啱嘅時代、啱嘅地方。唔通佢一個人可以黐晒所有嘅膠花咩？世界梗係有苦幹嘅人可以變成生活無憂啦，但係世界上冇真正用苦幹帶嚟千億身家噶，巨富永遠都係錢滾錢得嚟噶。嗱，喺2014啊、2019啊，有一班傻佬要求5大訴求，一人一票，以為跟足西方嘅體制，但其實西方嘅元首都唔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嘅。當面對實質嘅生活，點解佢哋唔係要求5大房間啊？唔係要求一人多100尺嘅？就算有一人一票都好，發展商一塊階磚都唔會多俾你啊！次次交花，數數啲身家，入夜就去買樓啦，頂樓煙花，複式單位驗牙，多1蚊階磚即刻好驚訝。好啦，今日又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傾啊！拜拜。